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利天，為母說法，爾時十方無量世界，不可越不可越，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訶薩，皆來集會，讚歎釋迦牟尼佛，能於五濁惡世，現不可思議，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調伏剛強眾生，知苦樂法各顯示者。聞訊世尊，是時如來含笑，放百千萬億大光明雲。所謂大圓滿光明雲、大慈悲光明雲、大智慧光明雲、大般若光明雲、大三昧光明雲、大吉祥光明雲、大福德光明雲、大功德光明雲、大歸依光明雲、大讚歎光明雲，放如是等不可越光明雲耳。又出種種微妙之音，所謂檀波羅蜜音、尸波羅蜜音、羼提波羅蜜音、毗梨耶波羅蜜音、禪波羅蜜音、般若波羅蜜音、慈悲音、喜捨音、解脫音、無漏音、智慧音、大智慧音、獅子哮音、大獅子哮音、雲雷音、大雲雷音，出如是等不可越不可越音耳。娑婆世界及他方國土，有無量億天龍鬼神，亦集到利天宮。所謂四天王天、利天蘇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音天、少淨天、無量淨天、遍淨天、福生天、福愛天、因果天、無想天、無煩天、無熱天、善見天、善現天色究竟天、摩希搜羅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，一切天眾龍眾、鬼神等眾悉來集會。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樹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川澤神、苗家神、晝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飲食神、草木神，如是等神皆來集會。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諸大鬼王，所謂惡目鬼王、感血鬼王、感精氣鬼王、感胎卵鬼王、行病鬼王、褻瀆鬼王、慈心鬼王、福利鬼王、大愛敬鬼王，如是等鬼王皆來集會。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法、王子菩薩摩訶薩與觀世一切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：此世界他世界，此國土他國土，如是今來集會到利天者，汝之所不。文殊師利白發言世尊：若以我神力，千劫測度不能得知。佛告文殊師利：吾以佛眼觀顧，猶不盡數。此皆是地藏菩薩久遠劫來已度當度，未度已成就，當成就未成就。文殊師利白發言世尊：我以過去久修善根，正無礙智，聞佛所言即當信受。小果聲聞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眾生等，雖聞如來誠實之語，必懷疑惑，切使頂受未免輕謗。唯願世尊今月地藏菩薩摩訶薩，因地作何行，立何願，然能成就不思議事。佛告文殊師利：譬如3000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叢林、稻麻竹葦山石微塵，一物一索作一河，一河沙一沙一界，一界之內一塵一劫，一劫之內所積塵數，準充為劫。地藏菩薩證十地果位以來，千倍多於上喻。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辟支佛地。文殊師利：此菩薩威神誓願不可思議。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聞是菩薩名字，或讚歎或瞻禮，或稱名或供養，乃至彩或刻漏數7形象，是人當得百返生於33天永不墮惡道。文殊師利：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越不可越劫前，身為大長者子，時世有佛號藥師，子奮信具足萬行如來。時長者子現佛相好，千福莊嚴，因問彼法作何行願，而得此相。時師子奮信具足萬行，如來告長者子：欲證此身，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眾生。文殊師利：時長者子因發願言：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，為是罪苦六道眾生，今設方便盡令解脫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。以是於彼佛前立施大願，於今百千萬億，那有他不可越劫，尚為菩薩。又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時世有佛號藥國華定自在王如來，彼佛壽命400千萬億阿僧祇劫。像法之中有一婆羅門女，宿福深厚，眾所欽敬，
行住坐臥諸天維護，其母信邪常興三寶。是時聖女陰設方便，勸誘其母另生正見。而此女母未傳生信，不久命終，魂神墮在無間地獄。是婆羅門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，計當隨業必生惡趣，遂買家宅庵求香華及諸供具於仙佛塔子，大慶供養，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，其形象左一指中，素畫威容端嚴不避。是婆羅門女瞻禮尊容配生敬仰，思自念言佛名大覺，具一切字，若在世時我母死後，倘來問法必知處所。是婆羅門女遂泣良久瞻戀如來，忽聞空中聲曰：泣者聖女，勿自悲哀，我今時與母之去處。婆羅門女合掌向空，而百空曰：是何神德，寬我憂慮？我自生母以來，晝夜憶戀，無處可問之母生界。時空中有聲再報女曰：我是汝所瞻禮者，過去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，現與憶母，倍於常情眾生之分，故來告示。婆羅門女聞此聲兒，舉身自撲肢節皆損，左右扶侍良久方蘇。而百空曰：願佛慈憫，速悅我母生界，我今身心長死不久。時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告聖女曰：汝供養不，但早返舍，端坐思惟唔知名號，即當知母所生去處。時婆羅門女尋禮佛已，即歸其舍，以憶母故，端坐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經一日一夜，忽見自身到一海邊，其水湧沸多諸惡獸，準復鐵身飛走海上。東西馳逐，見諸男子女人，百千萬索出沒海中，被諸惡獸爭取食感。又見夜叉其形各異，或多手多眼，多足多頭口牙外出，利刃如劍，驅諸罪人使近惡獸。復自駁霍頭足想就，其形萬類不敢久視。是婆羅門女以念佛力故自然無懼。有一鬼王名曰無毒，稽首羅迎，白聖女曰：善哉，菩薩何緣來此？是婆羅門女問鬼王曰：此是何處？無毒答曰：此是大鐵圍山西面第一重海。聖女問曰：我聞鐵圍之內，地獄在中，是實否？無毒答曰：實有地獄。聖女問曰：我今云何得到獄所？無毒答曰：若非威神，即蘇業力非此二事，終不能度。聖女又問此水何源？言乃湧沸多諸罪人及異惡獸。無毒答曰：此是閻浮提造污眾生，生死之者，經49日後，無人計智為作功德，救拔苦難。生時有無善因，當據本業所感地獄，自然先到此海。海東10萬有旬，又有一海其苦倍此。彼海之東又有一海，其苦復倍。三業惡因之所招感，共號業海，其數是也。聖女又問鬼王無毒曰：地獄何在？無毒答曰：三海之內，是大地獄，其數百千，各各差別。所謂大者，具有18，次有500苦毒無量，次有1100亦無量苦。聖女又問大鬼王曰：我母死來未久，不知魂神當至何趣？鬼王問聖女曰：菩薩之母在生習何行業？聖女答曰：我母邪見，譏毀三寶，設惑暫信船，又不敬，死須日淺，未知生處。無毒問曰：菩薩之母姓氏何等？聖女答曰：我父我母俱婆羅門種，父號尸羅善現，母號月帝利。無毒合掌啟菩薩曰：願聖者卻返本處，母自憂益悲戀。月帝利罪女，生天以來經今3日，雲成孝順之子，為母設宮修福，布施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子。非為菩薩之母，得脫地獄，應是無間罪人。此日悉得受樂，俱同生壓。鬼王言不，合掌而退。婆羅門女尋如夢歸，悟此事已便於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像之前，立王誓願：願我盡未來劫，應有罪苦眾生，今設方便使令解脫。佛告文殊師利：時鬼王無毒者，當今才守菩薩事。婆羅門女者，即地藏菩薩事。